她是优秀的范派小生，梅花奖得主，国家1级演员，在舞台上塑造了不同的人物角色。憨厚诚恳的梁山伯，剧内多情的陈继常，威武赫赫的多尔衮，30年的舞台浸润，成就了他独特的舞台魅力。各位正在收看的是浙江影视娱乐频道《戏相逢》，我是小杨。今天来到我们舞台的这位是杭州粤剧传习院梅花奖得主、著名范派小生陈雪萍，有请。陈老师好，主持人好。你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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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么客套。你好，你好，都叫主持人了，不叫名字了。杨洋好。陈老师呢，大家都知道是著名的范派小生。没有著名，就是范派小生。陈雪萍1978年9月考入浙江桐庐越剧团学艺，1985年师承范瑞娟。范瑞娟，著名的越剧10姐妹之一，是越剧小生流派中范派的艺术创始人。范派具有音调宽厚响亮、咬字坚实稳重、行腔迂回流畅的特点，尤其擅长塑造梁山伯、焦仲卿、郑元和这类正直、厚道、儒雅的古代书生形象。兄弟们，陈雪萍拜师范瑞娟纯属偶然。上世纪80年代，桐庐越剧团的春江越母巡演到上海时，邀请了越剧10姐妹观看演出并进行指导。陈雪萍冒昧求教于范瑞娟，没想到却注定了一辈子的师生情。哎呦，很激动。除了那天晚上来看演出，第二天到他家里，后来他很爽的就答应了老师。他说可以的，没有关系的。而且你提了要做，要向他学，要指教，那他也答应了。后来领导听老师这么爽嘛，又得寸进尺了。领导就是说，那老师他说能不能以后，收这么小的这么嫩的一个学生啊，以后让他好好的跟你学哦。他说可以，那么领导，那么到时候，那么我们搞一个仪式什么？那当时老师就说，他说我们仪式就不用搞了，我既然答应了，就是说收了，但是我们就简单一点，我们就相互鞠个躬，喊一声老师，就成了，这就是师徒了，就在他家里面。我太幸运了，我就说家里面。那么老师在你后来演出的过程当中，有没有特别的指导？有，从桐庐坐那个长途车坐到上海，就抽那么几天，可能会到老师家里去学。那么第一次去了，是第一次领导带去，然后第二次我自己去了，找到老师家里了。那么他说，小菊再唱一段，帮我听听啊。那么我就唱了，我想，哎呦，想我要学范派了嘛，要那么印象当中他们说，范派的特色嘛，就是打得开，口腔开，要打得开，声音要洪亮的。那么他还是很有比较横的那种这种特色比较多。那我就唱了一段那个楼台会，就是那一日，就是这段啊，尤其最后一句，愚兄是得地登门就起来，其实这样就够了。那我那时候就去夸张了。我想老师这里夸张到什么程度？我夸张到愚兄是得地登门就起来，老师连不说。不对的，对的一个，没噶多的一个，因为我用这个它是我要有道理的，对，我要有讲究的，不是乱用的。其实老师用这些东西，强调这些东西，它是有道理、有情绪，需要的时候强调的，它不是说乱用，随时随刻用的。老师在学的时候一招一式的学，肯定是非常的细致的细抠了。当然，有哪些地方你是觉得说当时受益匪浅？他在这个梁山伯人物塑造和其他版本比如说回18，我与你，或者点到英台，这2个字啊，原来会是什么样？原来像我们没有点过，一般唱就是我与他同坐共度情谊。就这么过去了，是吧？那个他有没有突错？没有。他说你这个里面凡是点到他，这会儿因为他奔着去求亲去了嘛，然后那个时候才知道是个女的。原来我们同窗共度3年的一个房间都睡了3年，才是个女的。
以后要给我做老婆了，那种心情啊。所以说，他哪怕唱到他的时候，那个眼睛里面的视觉，就像一个美美的一个英台，非常俊俏的一个英台站在面前一样。那个眼睛里面啊，他说特别要有这个味道。所以老师讲了以后呢，我每一次演出呢，这种地方我还是比较注意的，就是说，所以说艺术家们啊，为什么叫艺术家，就是有道理。他们到最后刻画人物啊，他们就是执着、研究、细腻。范瑞娟一直想把昆曲《桂池》改编成越剧，搬上舞台，但由于年事已高，力不从心。陈雪萍接过了老师手里的棒，在杭州越剧传习院创排的新编滑稽越剧《新狮吼记》里，陈雪萍突破了以往才子佳人的戏路，活灵活现地演绎了一个怕老婆的书生陈继常。但是我觉得《狮吼记》里面陈继常的角色，一个怕老婆的形象，里面的那种小酸酸的感觉很难演，很难演。难点会是在什么地方？就是难点就是他这种分寸的把握，他这种夸张跟那个收敛的这种比例，很难。你夸张的太大，那就是又像这种小花脸一样了。小花脸，就是说。演不到了，又不好玩了，这个戏又不到，这个戏缺口气。像这种男人，他是比较反应比较敏捷的，比较脑子比较灵活。那我觉得他的声音是干干净净的，来一下，也带点金属声的。好比说，你梁山伯可能说野妹，那比较憨厚的这种，实实在在的、诚实的啊，野妹妻，他就会这样啊。你像陈继常，他就是。啊，娘子，东王爷雷你久等，乃必生之故，其上高才了。我甚至听到有一点吧呀，对，那个有点像昆曲的那个这个小我们也学了一点。我觉得这个是跟他这个人物啊，我觉得啊比较他拧丝嘛，有时候不是拧丝嘛，就感觉有点拧丝的那种，带一点那种金属声音在里面。对呀。凭着《新狮吼记》中人物陈继常的成功塑造，45岁的陈雪萍获得了梅花奖。《新狮吼记》在各地的演出非常成功，这让陈雪萍感到欣慰，自己总算完成了老师的心愿。对于陈雪萍来说，范瑞娟是老师，更多的时候也像母亲。我们说了，在生活当中真的是一位伟大的慈母，我们都真的把生活当中，乃至我要结婚了，我真的特地跑到上海去通知老师，然后他那天晚上就还有这样一个插曲，所有的学生里面也不多见，我们两个就一个枕头睡了一个晚上，我就感觉他就觉得好像哎呀，这个女儿马上要去出家了啊，
有点舍不得的样子。他说今天晚上跟我睡。其实我那个晚上我很紧张，其实我告诉你，我那晚上我1秒钟都没睡着。那么有一点，假如我只要到上海演出，必须去。然后我就看得出来，老师是，越到后面我们只要去了，他是越舍不得我们走。一开始他状态还好的时候，我们去看他，他总归要怪我们，就说这个时间浪费太可惜了，你们不要来看的，就是我在医院里挺好的，你们应该把这些时间花在那个就是艺术上面。但是这个去年前年这个3年之内完全不一样，你去了他就舍不得你走，然后呢就是每次捏着你的手，偶尔还会讲一句空了来看我。当时听到这个话是真是受不了，当时当着老师的面试，然后有时候我们就偷偷跑出去的时候。今年2月，93岁的范瑞娟走完了她的人生。根据生前一切从简的遗愿，学生们只是举行了一个简单的追悼会。对于陈雪萍来说，伤心之余，欣慰的是老师生前看到了她的另一部大戏，也是老师一直想搬上舞台的一部大戏《摄政王多尔衮》。这部戏根据范瑞娟旧作片段重新编曲，陈雪萍扮演的多尔衮与她之前几部作品中的角色风格大为不同，整出戏浓墨重彩。多尔衮这个角色始终处于风口浪尖，情爱纠葛，宫廷争斗，情感大起大落。老师当年也是跟傅全香老师演了一个片段，不是整本的，他们一个片段。那么他也跟我说，这个是就是吴凤花你都适合的。他说我希望你们哪个有空，哪个有时间都可以把这2个戏排出来。他说我的心愿，你这么一个真正的一个血性的这么一个男性，你那个舞台上立在那里啊，就这个没有一点基础，没有那个功架子，你立都立不像，立在那里就是哎呀一个女性，你说啊。哎呦，这样已经是比有，这个功力不错。没有。那像摄政王的话，他怎么弄？就是你比如说，你像梁山伯，有个扇子啊，一般来说，你看他这种台步啊，他就是比较憨厚、比较稳重的啊，这种走。你看像陈继常也有扇子，也一样，你看戴的帽子啊，那他这个你看。他的那种眼睛里的锐气要比那个梁山伯要足一点，那种洒脱的劲，那种感觉呢，他这种台步啦，还有点小韵味的，春风得意。文人他也要带点儒雅，帽子还得抖起来。对，摄政王就不一样了，摄政王他那种站，那种男人那种味道，大玉儿，我绝不放下。他是呢类似啊，但今天一下子还找不到状态。来，我们先坐下。多尔衮这个《摄政王》里面的唱腔，有特别设计的一小段的话，会有。有。哪个？我今天像是点戏一样，就一段一段的点下来。但是我觉得真的，你让我听到了很多不一样的。来，我再来听听最难的一个。第一次受的打击很大的。对他打击，这个女人也别人抢走了，我这个黄伟也没有了。他前面有几句唱，他是这样的：马背上一幕四上街。不要感觉到很累的这种，让别人感觉到很疲劳、很累的情况下能演下来，我觉得作为一个演员来讲非常过瘾。演这种戏，因为他时时刻刻都是走心的，要求很高。对，他的台词、他的唱腔，他不是一带而过，可以轻飘飘的可以过，他必须从心里出来。他这个唱腔，他这个念白，他才有这个分量。如果说今天这个舞台上我留给你一出戏的机会，
在这个舞台上，最想要表演的会是哪出戏？只有一只有一吧出戏啊。那我觉得还是《狮吼记》这个贵词吧。这是您老师的遗愿，对，把它搬上了舞台。对，是老师他的一个心愿。好，那我们接下来来看一看陈雪萍带来的这个非常风趣的陈继常的故事《贵词》。真美呀！嘿，贵子倒也蛮有情调，很高雅，风景万不错嘛。自当天到流落风景好，清风细细破面了，花鼓瓦鸡将我背，四季落也逍遥，啊也逍遥。青花儿唧唧嘎嘎叫，平时将我来嘲笑，他嘲笑文人斗酒色古有，书生贵子，书生贵子天下少向左笑，明日倜傥乱今朝，看今朝大丈夫差成为所笑，娘子她光有扬笔细思考，粗心提到埋玉雕，一雕红三里草，一颗二五山上吊，得成金茶配我那年长19，且不笑，且不笑。花儿叫声天外闹，为什么用娃不叫此娃叫？此娃就快快报，娘子才记真得了，二日且把此娃还。